主后2025年9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历史的主宰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以西结书17章第19到24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17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，你着甲以色列人讲一个譬喻，互因想内面的意思。你着甲因讲，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有一只大鹰鸟，是个大、毛、长、果节，色彩多果水。伊爬去黎巴嫩山顶，去到碧香树的尾溜，倒断碧香树树尾幼嫩的枝，架起做生理的地区，放伫做无益的城市。伊阁对以色列摕种子栽伫肥的地，亲像柳树种伫水源充足的溪边。种子不易生长，正做细丛，四过宣陈的葡萄树。伊的枝伸向鹰鸟，顶根伫鹰鸟的下面，正做发枝宣陈的葡萄树。另外有一只大鹰鸟，是个大、毛、真节。这丛葡萄树将根甲枝弯向这只大鹰鸟，想要得到比原来受栽种的土地搁较侪灌压的水。其实，这丛葡萄树早就栽伫土肥水济的园里，为当发枝结果子，成做一丛熬结果子的葡萄树。至悬的上主阁讲：这丛葡萄树减袂当搁长大茂盛，减讲第一只大鹰鸟袂甲伊连根拔起来，甲伊的果子挽了了，互规丛树连新发的枝叶嘛孤单。安尼毋免出大力，也是侪人就当甲伊连根拔起来。你看，葡萄树虽然受栽种，毋过减袂当长大茂盛，伊减袂堪得互东风扇，伊一定会伫伊生长的园里孤单。上主对我讲：你甲遐个背逆的人问，看因知这个譬喻的意思无？你甲因讲，巴比伦王捌来耶路撒冷，将犹大王甲伊的人神掠去巴比伦，阁对犹大王族中选一个人，甲伊立约，叫伊咒诅。巴比伦王嘛将犹大国中一寡领导者掠去，互犹大国衰微无法度反抗，简单袂当靠守约来生存。毋过犹大王反叛，伊派使者去埃及，要求战马甲大军来支援。伊减袂成功，做即种代志的人减袂当逃脱。伊违背约定，减有法度闪开刑罚。至悬的上主讲：我记我的性命立誓，这王一定会死伫伊受设立做王的所在，因为巴比伦王设立伊做王，毋过伊违背家己咒诅的话，废除伊甲巴比伦王立的约。当对着巴比伦王来攻城，屯土堆，起造攻打城墙的悬台，进行大屠杀的时，埃及王强搁侪的军队嘛袂当帮衬伊。伊违背家己咒诅的话，废除伊甲巴比伦王所立的约，已经投降，竟然做这个事，但伊无路通逃走啦。所以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记我的性命立誓，我要刑罚伊，因为伊违背家己咒诅的话，废除伊甲我立的约。
我要设罗网，甲伊掠起来，带去巴比伦，甲伊审判，因为伊对我不忠。所有逃走的剑士为战死，剩落来的军兵为逃走四散。安尼恁就知，讲这个话的是我上主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压断片香树的树尾，将伊由两个枝压落来，甲伊种伫悬山顶。我要甲伊栽伫以色列的悬山顶，伊要发枝结果子，成做一丛悬搁水的片香树。逐种鸟仔飞来遮做寿，歇伫伊树枝的阴黄下。田野所有的树木拢要栽，我上主互大樟树变细樟，互细樟树大樟。我互青翠的树高大，互高大的树茂盛。我上主安尼讲，一定安尼做。历史的主宰，伫历史的变迁中，人拢期待徛踮历史的龙影顶面，会当再创生命的高峰，较毋是互历史的巨轮碾压，直到永远倾倒不起。当国家发生巨变，掌权者三心两意，陷入危机的时刻，以西结伫巴比伦发出先知的信息，点出乱局中的脉络和上主的作为。今仔日的经文是用譬如的方式呈现犹大国末期的处境。譬如中出现两只大麻雀，第一只代表巴比伦，伫主前597年，甲约雅君王掠到巴比伦做人质；另外设立约雅君的阿叔马探雅做家礼，甲伊改名叫做西底家，甲伊缔结条约。西底家王却毋遵守条约，都无联合第二只麻雀埃及来陪伴巴比伦。伫政治上，这叫做谋略，联合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。但是伫先知的眼中，这是看袂清时势的愚昧行为。要率领必须为伊陪伴上主的罪行，付出相当的代价。巴比伦就是上主施行刑罚的工具。先知耶利米也和以西结同款，面对相同的情势。当时一位先知哈拿尼亚发出预言，声称受掠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2年内就会重返耶路撒冷。但是耶利米写批互受掠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，指出因必须等70年才会当转来，因为安尼爱因建造厝体，经作残垣，搁着结婚生儿育女，还爱为因所居住的城市谋福利，为因的繁荣代求，安尼因就会当同样得到平安。历史的走向掌握伫上主的手中，倚靠上主洞察时势的人，才会当伫历史的巨变中得到上帝的看顾。回顾历史，当清国甲日本战争失败，搁签下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时，袂少台湾人义愤填膺起来反抗搁牺牲。伫历史变动时刻，北部有李春生长老，南部有巴克勒甲宋仲坚牧师，因带日本军队和平入城，避免血腥屠杀，减少真侪伤亡。日治时期，日本伫台湾实行实民统治50年，甲台湾人当作厝顶国民，引发
台湾人不满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日本将西方文明带入台湾，进行全面的基础建设、生态调查、土地规划，互人民受教育，对台湾发展打下良好基础。到今真侪基础建设、真项水库和灌溉系统，拢互台湾人感念日本人的用心。只有上主才是历史的主宰，只有用敬畏上主的心，细察时势的变化，才当伫历史的逆流中找找出光明的未来。先知耶利米以西结就是真好的典范。默想，伫美国和中国两强相争的国际局势下，台湾的基督徒着安怎面对挑战？伫美国和中国两强相争的国际局势下，台湾的基督徒着安怎面对挑战？咱来祈祷，全能的上主，你是历史的主宰，独独只有相信你，才当伫动荡中徛稳。你也是我生命的主宰，只有相信你，我才当安然行过风波，进入迦南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